许巍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候了，大家来学客家话。今天许巍老师要教大家说的是，你什么时候有空一起来看电影吧？这句话客家话是这么说的哟。乜嘅時節有閒，鄉下來看天陽。乜嘅時節有閒，鄉下來看天陽。咦，就是你。乜嘅什麼時節？時節就是時間。乜嘅時節什麼時候呢？有閒就是有閒，就是有空的時候。鄉下就是一起的意思。來看天陽，再來一次哦，跟沈老師念。乜嘅時節有閒，鄉下來看天陽，會了嗎？然後啊，你說好啊，那就這個星期六如何呢？叫做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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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客家話的好啊，好啊。呀咋禮拜六好嗎？呀咋就是這個，哈咋就是下個，所以這個禮拜六好嗎？呀咋禮拜六好嗎？哈咋禮拜六好嗎？這樣會了嗎？我們再看下一句話。好啊，好啊。不過呢，最近剛好比較沒有空下次再聯絡吧。好，人家邀請你去看電影嘛，你就說好啊。唔過，跟河洛話的不過是一樣的發音。唔過，最近亞博嘅。亞博嘅肚後哈冇閒哦，最近剛好比較沒有空哦，下次再聯絡啦，下次張臉咯，再說一次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唔過亞博嘅肚後哈冇閒，下次張臉咯哦。一個喜相逢。許巍老師要教一個很有趣的客家的詞哦，叫做好在麻。好在麻就是指一個口才很好、講話很得體、嘴巴很甜的人啊，尤其對長輩的時候很會說長輩聽了開心的話，這樣子的人呢，我們就說哇，這個人真的是好在麻。他的相反呢，就會在哭哭。就是指呢，他嘴巴呢不會講話，那這種人呢，我們其實想說，好在麻的人呢，總是比較討人喜歡嘛，所以我們說禮多人不怪呢。那英文怎麼說呢？英文是這麼講的 ：Courtesy cost nothing. Courtesy cost nothing. Courtesy 就是禮貌的意思 ，cost nothing 多禮貌啦，多講好聽的話又不花錢，會了嗎？我們今天就學到這裡嘍。接下來呢，許巍老師要帶着大家開口複習一下，拜託嘴巴張開來，接一下老師來，嘴巴張開來哦。第一句話，乜嘅時節有閒，鄉下來看天陽。好啊，呀咋禮拜六好嗎？好啊，哈咋禮拜六好嗎？好啊，唔過亞博嘅肚後哈冇閒，下次張臉咯。還記得很會說話的人，客家話好在麻。我是許巍老師，下回再聊咯，安之 say 再見。